中俄伊嘅嗰個聯盟其實唔係話一個好牢固嘅聯盟，甚至係一個好鬆散嘅一個盟約嚟，因為呢個係一個美國提出嘅概念。調翻轉咧，佢哋並冇即係中國並冇將呢件事當一回事，因為中國冇提供過安全承諾啦，冇錯係有提供過中國製嘅武器或者雷達啦，但係一啲最核心嘅技術，例如話係防空嘅戰鬥機啊，因為防空網咧有個問題嘅就係喺杜克嘅空權論裏邊好早已經提啦，就係防空咧係一個永遠被動嘅角色嚟嘅，實防九空啊嘛。咁所以防空嗰個核心係應該係戰鬥機。咁伊朗一直咧就好希望去買得到俄羅斯嘅戰鬥機，尤其是係蘇35或者係米格29啊，或者米格35係米格35咯。伊朗有米格29，咁但係佢一直買嘅都買唔到4代半或者第5代嘅戰鬥機。呢個睇到嗰個取態就係咧，無論中國或者俄羅斯都唔想向伊朗提供安全承諾。咁而另一個位咧就係伊朗另一邊，其實佢出力頗多，因為伊朗喺成個中俄伊嘅關係裏邊咧，佢扮演咗向中國輸出能源嘅角色，扮演咗向俄羅斯輸出武器嘅角色。俄羅斯而家用緊嘅見證者136，亦都係佢最能夠係攞得起手，每一次空襲講緊係能夠組織起200架或者300架嘅無人機嘅空襲咧，其實係透過伊朗嘅見證者136系列嘅無人機。反而俄羅斯咧係作為一個受惠國咧，佢最近提供俾伊朗嘅武器，好似我哋上次嘅節目講過，提供直升機，即係呢個係聊勝於無啊！即係完全係一個即係根本就係你一個武裝直升機，你可能對付本國嘅示威者或者對付地面部隊有用，但係佢唔能夠用嚟防空啊嘛，即係你唔係俾救命稻草啊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我嚟 hea 伊朗 basically 就係用嚟 hea 伊朗嘅 basically。咁所以伊朗而家成為一個全世界棄子，我自己覺得一個位咧就係佢係冇一個反抗嘅能力，佢成個防空系統係一個幾乎係已經係擺設嘅狀態，佢冇牌能夠同美國打。咁而家個情況亦都係咧，但係最吊詭嘅就係咧，喺中俄伊呢3國裏邊咧，就算加埋北韓啊，呢4國裏邊咧，伊朗一直都係最堅定反美嘅。伊朗係最堅定反美，佢係第一啦。而家為止即係進入21世紀唯一對美國有實際 KD 嘅人啦，即係你睇翻個 KD 咪就係佢殺咗3個美軍啦。中國係冇做過嘢，俄羅斯冇做嘅，就算北韓都係嘅。北韓嘅情況就係北韓係頭先阿 Justin 講啦，北韓係唯一一個冇軍事動作嘅人，但係北韓亦都係唯一一個唔會有軍事動作嘅人。北韓咧係黐線到一個位咧，就係佢避開所有嘅風險，係要避到咧就係喺舊年嘅時候，尹錫悅係曾經有個想法，就係佢要去 justify 佢能夠繼續做戒嚴令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要去北伐，我要去同北韓去起降，有軍事衝突，透過北韓嗰期，如果大家記得就係北韓有無人機越境過南韓啦，放垃圾放嗰啲屎嘅氣球落去啦，咁令到南韓好不滿啦。咁嗰段時間咧，其實都係尹錫悅去策劃佢能夠去透過北韓呢個原因去做政變。嗰段時間咧，金正恩係直接宣布兩國論，即係佢講咧就係而家北韓咧就係同南韓係兩個唔同嘅國家，永遠都唔會再係一齊，係一個永遠敵對嘅關係。即係佢主動放棄佢寧願主動放棄統一，佢都唔想俾一個南韓有口實，就係佢要去南進。所以北韓冇啊，北韓金家王朝係一直好希望繼承下一代，佢係即係佢睇落係最反美，都係最懼怕美國嘅。而伊朗咧係一直都係點解談判桌上高傾唔埋？即係你談判係應該揾個對象去傾，一直都係過去嗰幾個月係美國同伊朗係有傾過一啲就伊朗核問題嚟去討論。伊朗嘅底牌甚至都已經開到就係核條件都能夠處理得到。但係點解仍然係美國咁決心要一次過處理？就係談判桌上嘅對家，即係你冚下點解要處理晒對方？就因為佢哋嘅態度係太過強硬。你唔處理晒佢哋咧，你係唔可能傾到更加好一啲。咁所以到而家個結果就係喺
中俄伊呢三個好兄弟裏邊咧，大家都係契弟嚟嘅，就好似中國咁樣，即係22年嘅時候咧就話你係一個無上限支持俄羅斯，但係咧打完之後咧，淨係願意賣民用嘅武器，呢個就係一個悲劇。嗱，北韓都係連底褲都賣埋俾俄羅斯。而家點解係即係佢要喺庫爾斯克打完之後撤軍咧？就係因為據説就係因為收唔到足夠嘅美元，冇足夠嘅資源，佢哋即係俄羅斯開空頭支票，北韓打完之後俾人當 condom 就咁無情咁樣拋棄，所以你見到就係呢班係一班互相慳害嘅契弟嚟嘅。咁擺埋一齊嘅時候，就當然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啦。I see。我調翻轉，我覺得就算俄羅斯佢想點幫，而家都幫唔到，係咯。的確，佢喺烏俄戰爭度幫手幫腳。甚至乎，我個人認為，假若俄羅斯係有呢個空閒嘅話咧，佢係應該會 support 即係 supply 防空嘅武器俾伊朗，然後會間接導致咗呢場咁嘅空襲係完全唔會發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呢個係即係 alternative history 啦。世界嘅即係嗰個蝴蝶效應係始於澤連斯基講一句就係我唔要 free ride， 我就要緊弱，就係澤連斯基嘅抵抗，所以佢一念咧就令到成個世界走向咗原本係應該一個係邪惡世界係完全勝利嘅世界線，而家走向咗另一個。係而家邪惡軸心不有分筆，即係互相坑害就係咁解嘅。Okay. 因為係一環嘅都有個一環扣一環，呢個世界好 interesting 嘅。一個遠在天邊發生緊嘅事情，你唔會覺得會影響到地球另外一端，但係而家就實在發生咗。冇咗烏克蘭戰爭，俄羅斯會有更多嘅冗餘嘅軍事武器去支援伊朗，就唔會有今次轟炸伊朗。轟炸完即係美國今次轟炸完伊朗，間接導致咗中國去打台灣嘅底氣係少咗。一嚟冇咗，一嚟少咗能源啦，二嚟少咗一個地緣政治上嘅夥伴，係啦，所以間接有可能咧，就係因為烏克蘭嘅事情兜翻個圈，令到中國又唔敢打台灣啦，係一個好 backhanded 嘅方式去制衡咗呢件事。咁我唔知係即係有意而為之啦，定係無心插柳，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真係幾 interesting。我覺得未來嘅遊戲裏邊，我講笑啦，即係好似鋼鐵雄心系列係一個玩架空世界嘅遊戲。咁未來有個世界線就係澤連斯基咧，就係冇抵抗，咁然後就係全面失敗嘅一個世界，即係好似高堡奇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咁。即係 What if 係 Zelensky 係冇抵抗，咁到最後就係每個地方都打仗啦。咁然後可能即係阿 Taco 又繼續 Taco 咁樣，特朗普搞 Taco 咁就係另一個唔同嘅時空。